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陸叔馬訊。陸叔馬訊係一個專門分享六環彩心水嘅 channel 哈。廢話唔多講，即刻睇下聽日2026年1月21號沙田全泥地嘅賽事，陸叔有咩心水先？第四場2班1650嘅賽事咧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5、6。5號精英紅心，屬於1650米泥地嘅專家，演出相當穩定，從來未試過輸得好遠嘅。今次希威森揀騎，擺明心中有馬，有力爭勝。6號新意馬1650米泥地咧，佢贏過3場嘅，跑法主動，前速銳利。前場大勝加咗分之後，仍然能夠輕鬆再贏，證明咧個評分未盡嘅。第5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9、11。1號旺旺家駒，側身馬初出慢閘咧，仍然能夠輕鬆取勝，實力都非常之高。加咗分之後留翻喺4班有着數噶，潛力優厚，有力再下一城。9號家家有福，前仗初試泥地咧，蝕快步速之下仍然都輸唔遠。曾經同高分馬咧去試泥閘咧都近嘅，所以證明咧泥地性能都喺度。今次應該有備而嚟啦。11號勇者無敵，曾經試過3課泥閘，其中2課咧追勢唔錯，但係另一課大慢閘咧就當佢冇跑過啦。初跑泥地咧即刻配搭一個泥地好手金城江，人馬合拍，蓄勢待發。第6場4班1800米嘅賽事咧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5、9、11、14。5號堅闖，現時評分極具着數啊！上一季喺3班同程嘅泥地已經幾次都跑近，實力有根據。前仗4碟轉彎直路都未弱嘅，狀態對版，形勢有利。9號怪獸叉燒，側身馬今季初出同程咧，即刻可以攞咗個第2，表現不俗。上一仗直路全程冇位追嘅，際遇非常差，咁但係仍然潛藏進步空間，值得期待。11號風起雲湧，今季出賽咧場場都有飛支持，狀態長期都保持到。前仗閘前更加有大落飛嘅動向，泥地試閘走勢非常好，轉戰呢一個路程咧，保重嘅意圖非常鮮明啊！14號領創動力，今季初試泥地咧，即刻大放異彩，2戰都以大距離取勝，表現銳利，跑法主動，唔怕升班挑戰，狀態大勇，路程又啱，有力再戰啊！第7場4班1650米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3、4、8。1號千威係野賽泥地嘅專家，今季初次落翻4班咧都有優勢喺度。上一仗跑一個唔啱腳法嘅路程，仍然能夠做到最快嘅末段，非常之好狀態。3號有派頭，今季2戰泥地咧都有飛數支持噶，咁備受重視啦。咁前仗直路嚴重受困，係完全冇得網空去跑嘅。咁上仗隔咗沙之後咧，今次咧翻去首本路程就要再搏過啦。4號開心宇宙，今季田草一里咧幾次都近嘅，但係始終未能夠出頭。季內由金城江一手主理，泥閘又試得好喎，轉戰泥地咧就搏對手弱啲啦，求突破決心非常之高啊！8號加州星馳，今季2度證明咗泥地係啱腳法嘅，實力都唔使懷疑噶啦。上一仗持望空之下個衝勢仍然都好強勁，今次強配潘頓，交代意圖好明確啦。第8場3班1200米嘅賽事，陸叔心水分享有3、6、9。3號得心之譽係夜泥賽事嘅專家，已經累積贏過4場，經驗豐富噶啦。近仗表現咧越跑越近，態況咧亦都10級以上。今次配翻上一季合作有3勝嘅艾少禮，人馬重逢，有力重拾勝軌啊！6號蒸蒸日上，泥地性能出色，上一季喺3班附個頂榜都幾次好近噶啦。今季轉倉之後，雖然狀態未算好突出，但係經過近3仗減咗分呢個程序之後咧，今次有翻首本路程，要留意佢呢一個回馬槍啊！9號熾烈神驅，上一仗咧留後角逐兼轉彎走3碟，個際遇係好差嘅，但係最後仍然做到全場最快嘅末段，追勢強橫，質素好，潛力又未盡。今次如果際遇正常嘅話咧，係有力爭勝嘅。第9場3班1650米嘅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1、4、12。1號電信巴打，老馬鬥志鮮明，
上一季初落三班即刻贏噶啦，今季咧首度重返三班，步速形勢預期對佢嚟講有利，應該係儲埋搏呢一鋪啦。4號不同世界今季初試泥地咧即刻贏咗，表現對版，贏咗之後再戰同程，閘前仍然有大落飛，兼且都跑近，狀態持續踴躍。今次再抽內檔守到好位，形勢絕對唔錯噶。12號滿心星，季內多次都抽外檔，根本就表現唔到。唯一一次檔位比較好嘅咧，就即刻已經攞過第二。今次又抽翻中內檔，又啱晒發揮啦。季初嚟閘嘅時候，又同啲高分馬都試得近，泥地性能係唔需要懷疑嘅。以上咧係六環彩提供嘅心水馬匹，排名不分先後，全部都係陸叔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。大家可以剔走一啲唔認同嘅去慳注數啦，又或者可以獨立買孖寶、三寶作為另外投注嘅。祝大家聽日旗開得勝，贏到開巷，加油！